电信三雄当中的台湾大哥大甲湾团，拢伫今仔日举行着股东会。这嘛是台湾大哥大合并着台湾之星，湾团合并着亚太电信了后，第一场的股东会，所以特别受到注目。 第一、第二不是打嘴炮就好了啊，那事实上现在就是新三雄嘛，啊，那所以我觉得一定要讲的2、3的，其实真的是大可不必啊。我不知道同业对他们的合并是满不满意的，但是我可以说的是，我们自己是很满意的。那我也不要讲说谁现在做的有多好啊，但是我相信大家眼睛都是雪亮的，就是谁是先做的。 两间电信的龙头空中化为台湾大甲湾团，伫咧台合并甲湾亚合并了后，头一届召开股东会，拢有水亏的成绩。台湾大去年的总收入是1833亿，一年增加6%，税后的净利是123亿，一股是赚4.33块，创下4年来上悬。合并案带来好处，不过部分的用户有怨言。合并之后，对不对？我个人感觉，怎么搞的？网速变慢。 台湾之星的用户应该能够感受到4G 的这个收讯跟网速会提升30%，而5G 的收讯跟网速会增加70%。甲台湾大相比，湾团的股东会刚开1点钟就结束。去年合并的总收入是936亿9千万，税后净利是111亿8600万 ，EPS 达股是3.42块。按那未来发展，嘛会继续投入 AI 应用。AI 是讲穿了不简单的一个工作。 那么我们刚好在转型要更 AI 化，最短的未来啊，能够也跟其他有客服的这些我们的企业的用户分享我们运用 AI 在客服上面的努力。AI 发展真做重心，电信的争霸战，伫咧这 AI 的潮流当中，大家拢惊对人袂着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